匯聚成就。這個一聲拜拜，掩蓋這都市，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。超賣流花，處處有燈位，但是旺角可能要換名字。皇后大道西遊，皇后大道東，皇后大道東轉，皇后大道中，皇后大道東上，為何冇皇后？皇后大道中，人民如潮湧。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，一次批准馬匹一周跑兩天，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。若做大國公民，只需身有錢，自己一聲拜拜，遠去這都市，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。冷暖氣候同樣影響這都市，但是換季可能靠得